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6年1月7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胡聊胡适、胡指、胡威，還有胡一金老師今天沪指又拉了一根陽線，實現了14連陽，這個向創造有史以來的記錄在邁進。我記得滬指最長的是16連陽，恐怕快了這個凸顯主力一切盡在掌握之中，一切盡在掌控截至收盤，滬指漲 0.05%， 深成指漲 0.06%， 創業板指數漲 0.31%。滬深兩市成交額 2.85 萬億，比昨天又多了將近500億這個成交量還是可以的。不過遺憾的是市場熱點快速冷凍巔峰上行情，今天對絕大部分金融消費者來說是賺了指數賠了錢了。上漲的是2173家，下跌的是3190家，下跌的遠遠大於上漲的，所以這個散戶也很難開心起來雖然這個滬指創10年新高，但是金融消費者的這個賬戶並沒有鼓起來一邊是指數狂歡，一邊是個股冷清，這種分化行情如果你沒有把握住那個什麼龍頭板塊，比如半導體，我看半導體好像基本上都在創新高如果你沒有拿半導體這些板塊、這些股票那恐怕與這個所謂的指數牛市也是叫擦肩而過，叫坐失。我看了一下，什麼上海建工、什麼萬科，還是要死不活有創新低的意思所以說指數牛市不代表散戶能賺錢，並且我看今天收盤的時候，中信證券集合競價再現 14.5 億元的壓盤大單，這個也就是中信一直是金融投資者所認為的是空頭的這個大本營，是不是意味着明天就要跌了？這個值得注意尤其是金融消費者，不要漲的時候你的股票沒漲，沒賺到錢，但是跌的時候你的股票比別人跌得多，吃肉的時候你沒趕上，挨揍的時候你是頭一個，沒什麼好說的也就是這個滬指已經被控盤。我看網上一個比較靠譜的分析就相對來說可能有點靠譜，什麼呢？就是50萬億存款洪流將至，4大去向引關注，誰能接住這場活水？進入2026年，存款到期體量大致有多少呢？這個有人測算就是券商研報測算，1年期以上的定期存款到期規模是50萬億，比2025年增長10萬億，其中2年期、3年期存款到期量預計在20萬億以上，5年期大概在5到6萬億。分銀行類型來看，預計國有行存款到期規模最大，體量大致30到40萬億，就是存公行從2021年開始，咱們就號召存公行，你要存的是3年期，那應該是2024年就到期了，後面存的2025年到期，應該是接着存。但是有很多人就打這筆錢的主意，就希望你到期了不要再存了，趕緊買股票。股份行大概10到13萬億，城商行加上其他人的小銀行大概5到7萬億。然後存款到期後主要流向4個方向，第一個是償還存量房貸，流向股市購買理財等產品，以及繼續購買更低利率的存款。你在3年前存的恐怕是3年期是2個點，對吧？2個多，連 2.5 都有。那你現在如果繼續存呢，變成 1.5， 就這意思那就是這些專家就認為這些存款一到期之後你4個方向，一個是把那個你的按揭貸款還掉，第二個流向股市，第三個是購買理財產品，第四個是接着存，利率更低。業內人士普遍認為目前存款搬家尚處於早期階段，2026年存款搬家現象會加強，存款或主要搬家至4大方向。針對居民儲蓄進入股市，聲望宏源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趙偉在其研報中測算，基於全口徑儲蓄指標，參考歷史經驗，本輪居民除存量儲蓄外，仍有 9.4 萬億的超額儲蓄，意味着儲蓄進入股市的潛在規模至少是萬億級別以上。說來說去就是希望銀行的這些存款能夠進入股市接盤。不過這個廣發證券他認為展望2026年居民存款搬家，尤其是中高净值人群与外資入市更值得期待。什麼意思呢？也就是他潑了一盆涼水
也就是你不要指望着这個股市的資金啊入市，你還是指望着外資吧。還有中高淨值人群什麼意思啊？就是那些錢多的還能賺錢的這些人，你這些人有可能啊出於這種叫分散投資的這種做法，拿出一部分錢進股市，剩下的人的存款你就別打那主意了，人家是養老錢、保命錢。這個很多專家啊在分析我們存款的時候，他就忘了一個，這些存款絕大部分是那些有錢人的，对吧？普通老百姓人均存款也就1萬都到不了，那點錢都是留着應急用的，你指望他把拿去炒股，日子不過了是嗎？而有錢人那個存款，他本身很多就是從股市割出來的，对吧？都是人家減持，人家這個套現出來的，這是人家的成果，人家放在銀行存着，你想讓人家再送回股市是嗎？所以不要想着啊什麼存款搬家，一點都搬不了，因為那個存款呢，80%以上的存款是不是2%的人的？那2%的人該入市的早就入市了，那這些人比鬼都精，他怎麼可能去接盤呢？对吧？剩下的90%幾的人只擁有了20%的存款，這裡面大部分人的存款都沒有過萬，對吧？這些有錢人寧願啊花2個億去上海買豪宅，他也不去炒股，因為人家是從股市套現出來的，割韭菜割出來的。第一財經日報報道啊，他說12月 A 股新開戶數260萬戶，上交所數據顯示啊，2025年全年 A 股新開戶同比增長9.8%，其中個人投資者一年增加2733萬戶，同比增長9.7%，機構新開 A 股賬戶10.5萬戶，同比增長35%，也就是散戶還入市的非常少，對吧？還是機構入市的多。實際上等到散戶大面積入市，這遊戲就結束了，對吧？擊鼓傳花的遊戲就結束。現在做這麼多鋪墊，就是等着這些散戶來接盤，只不過是這一屆散戶啊，要麼就是太精了，要麼就是實在沒錢，搞怕了，驚弓之鳥，對吧？那點養老錢、保命錢，那確實不敢拿出來。等到真正的啊，那98%的散戶啊，儲戶啊，把那20%的這個存款拿出來衝進胡市的時候就結束了，就到了人家啊收割的時候。這個1月6號啊，渣打銀行財富方案部發布2026年全球市場展望，認為在全球貿易緊張局勢緩和，主要經濟體將推進寬鬆財政與貨幣政策以及人工智能產業蓬勃發展的多重利好下，2026年風險資產有望領跑市場。渣打中國財富管理部首席投資策略師在同日舉行的渣打全球市場展望媒體溝通會上，詳細解讀了這份策略，說啊，明確建議投資者超配股票和黃金，中國資產重點關注科技、健康護理和通信行業，跟高盛一樣啊，建議投資者超配中國股票。這個國內的機構呢，稱 A 股慢牛行情有望更加樂觀。近期 A 股持續火爆，國金證券指出啊，新年開門紅受政策、資金、基本面的3重共振，共同構成了行情可持續的基石。從產業趨勢的強度和催化劑頻率看，科技主線的中期持續性可能更優。德邦證券指出啊，開門紅後慢牛行情有望更加樂觀， A 股再度站上4000點。從結構上看，並非題材的單獨活躍，而是伴隨保險等權重板塊上行，為後續的行情持續性進一步打下基礎。這是機構的觀點啊，到目前為止所有的機構都在唱多，都是在看多啊。2026年是牛市。我們再看看專家是怎麼說的，大家看視頻啊。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对于现在目前中国资本市场这个制度方面的一些考虑？波明刚才说我有这个股评家的倾向，这我确实得解释一点，因为经济学家有时候讨論問題啊比較大比較空，所以現在呢，中國的資本市場上到4000點，很多具體的問題你不得不深入去談了，所以這樣的話一落地可能就有點像談到4000點的點位問題，就讓波明產生這種誤解了。當然你現在又讓我談制度問題，中國資本市場其實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同樣在08年美國也6000多點，中國也6000多點，但是17年之後美國的股市漲了8倍，中國的股市倒跌3000點。我們按照傳統的理論分析，是經濟週期問題嗎？顯然不是。08年呢是一個中國經濟非常好的年代，我們都是以9%點幾10%左右的速度在跌，所以當時4萬億的拉動，這個投資拉動確實是中國被稱為
整個世界經濟的一盞明燈了，就沙漠中的綠洲，黑暗中的明燈。在當時看來，我們那些投資，又高速公路沒車，很多人也批評說你現在投資拉動，你能有效益嗎？但是後來75%以上當時的投資證明還是有效的。所以今天中國的基礎設施做得這麼好，可以堪稱世界第一，這是應該和那個時期的斷。今天我們看待高科技的泡沫，實際上我也贊成洪浩他們的觀點。那麼現在大家反映就是中國呢，到底什麼因素？也不是錢少，也不是完全周期問題。就算今天 GDP 也是美國的2倍啊，为什麼你的股市就這麼差呢？一定要找到這個原因。這個原因的找到，將使我們能夠清醒地看到中國會不會在4000點之後繼續像以前3起3落，繼續再來個4起4落，還是說我們能夠作為一個起點，能夠往上發展？第二點問題就是中國是個散戶市場，散戶市場裡邊，如果從數量上看，現在我們的股民開戶數量在增加，現在是2.5億的股民，就最近幾個月又開戶了3000多萬，但是錢往裡來的太少，儲蓄162萬億，轉化的極低。這個我想大家都看了。第一個，對賭市我看不清楚你會往哪兒走。第二個，整個收益下降，未來沒有安全感，他一定是不敢到這兒來。國家號召搞高科技，但是高科技是有高風險，所以貨幣金融不理。中國現在好的條件就是中央政府現在高度看到了資本市場對高科技的重要性，這是一對孪生兄。高科技不可能你去靠國家掏錢，當然我們國家競爭力有國家掏錢的，那可能是什麼航天啊，或者是什麼大飛機啊這類的啊。其他的更多的高科技，像最近展現的是靠我們的這個民間投資。因此一個高科技強大的國家很難設想你沒有一個強大的資本市場。這一點明確之後，現在這一輪股市可以明確的看到。實際上我剛才特別想聽到這個王慶那一節主持，就是外資你們到底什麼時候能盡快的回來？現在我們政府也採取措施了，給你們開戶，給你們額度，都希望你們回來。但是貝萊德老總走的時候，這就是今年年初的事兒，那兒的股票買不完，因為他要把公司都賣給你，這是他說的原話。這種情況也預示着中國這個資本市場的內部制度原因再也不能被忽視了。那第三點就是这個制度原因，現在大家來看就2點，第一點是大股東減持，第二點就是量化交易。那麼從大股東減持的情況看，現在我們的5400家上市公司總股本是7.78萬億，可流通股份是7.2萬億，可流通占總股本的93%，都已經變成可流通了。但是這一段為什麼不讓它流通呢？因為股市太弱了，國家隊在救市，再讓你流通出來，那這個市場還是起不來。所以現在也統計了一下，我們今年4000點之後，監管部門把不讓人家流通，現在開始，因為流通的條件是什麼？就大股東3年以後就可以轉入流通了，高管1年以後就流通了，特別是科創板、創業板類的，對這個內部的科技人員非常的照顧，非常的優惠，包括第2類限制性股票。我不知道外國投行你們是否了解這個中國1150家公司搞的第2類限制性股票是什麼東西？而且現在央行大家都提924，是吧？924大家知道有3個5000億便利互換啊，央行支持資本市場的3大金融機構，你們去跟我互換，我把國債給你们，你們拿着國債就等於拿到現金了，或者說其他的金融債。另外有3個3000億是給我們上市公司和大股東回購的，但這個回購不是像國外回購之後我就註銷，而是現在還開着口呢。回購之後我可以5折的優惠可以給我們的高管啊，當然定增也是如此。所以如果這些你只管給他低息的貸款讓他去買股票了，那肯定第一階段就把這個從4月7號的3040點到今天的3900多點，漲了將近900點，這個市值就增加了將近19.5萬億，確實國家隊大部分確實掙了啊，散戶還是沒覺到。
就剛要入市還沒入，現在又反覆了一次。這個劉繼鵬啊，又提到這個制度建設，當然了，他說的最多的就是大股東減持，对吧？量化基金等等啊。不過我看这个劉繼鵬在裡面說了，他也認為外資其實沒多少，至少外資還沒進來，天天的海外的機構都唱多胡適，但是真正進來的有多少呢？對吧？到現在100億美元還沒到，而且這還是 A 股和港股加一起啊，模擬盤唱多，有什麼意義呢？馬上啊就要公布這個業績快報，對吧？2025年的啊，然後6月30號之前，對吧？這個年報要結束，是騾子是馬，拉出來溜溜，這裡面恐怕還有做假賬的，對吧？財務造假的，看一看啊，就在這種環境下，看它到底上市公司利潤是在漲還是沒有漲，還是故事在花樣翻新。我們看看這個胡錫進老師啊，首先胡錫進老師繼續為他的老朋友馬杜羅叫屈啊，反正閉着眼叫屈，也不管人家這個委內瑞拉現在是什麼個情況，局勢是不是穩定，對吧？這個拉美的人民什麼意見，委內瑞拉國內的老百姓什麼意見，他都不管，反正就是替老朋友啊馬杜羅叫屈啊。胡錫進老師說啊，他說特朗普幹了軍事上完美的一票，完美啊打了引號，直接把馬杜羅抓到美國的法庭上，但他並沒有在美國國內獲得所期待的喝彩。總之就是你特朗普，對吧？你就是把馬杜羅抓了，你也沒贏，對吧？然後就是大國或許成為最後的贏家，就是這麼一套邏輯啊，就是這麼一套敘事邏輯啊。他說特朗普最風光時刻得到的民意支持，他顯然太低了。這個結果意味着，一旦特朗普政府接下來對委內瑞拉的控制出問題，或者出現美國再被拖入一場曠日持久消耗的苗頭，這場奇蹟般的綁架將迅速轉變為政治上的滑稽戲。總之啊，特朗普又一次啊搬起了石頭砸自己的腳，美國再次陷入長長的這個下坡路。這就是胡錫進老師啊這麼多年來一直，對吧？這貫穿的一個思想。最後這個胡錫進老師說啊，他說特朗普現在很像是講了一段2分鐘精彩的發言稿，開場白轟動全場，但他只準備了這2分鐘，而預告他的講話時間是半個小時，他面臨接下來因為不知道說什麼而卡殼或者胡說八道，把講話徹底搞砸的嚴重風險。說來說去就是這個特朗普啊，不是胸有成竹，而是毫無章法。接下來怎麼辦？根本就不知道，兩眼一抹黑，一切最終都要落到鉗子上。特朗普顯然看中了委內瑞拉的石油，要求美國公司重回委內瑞拉，但搶委內瑞拉的石油也絕非一件容易的事。委內瑞拉石油出口是國家財政收入的第一大來源，比例高達60%以上，有着絕對的不可替代性。也就是說啊，委內瑞拉國民的各項福利一大半要依靠石油收入。如果美國對委內瑞拉的石油收入截胡搶走一大塊，委內瑞拉一定會大亂，反美浪潮更加洶湧。除非美國幫助委內瑞拉全面振興經濟，否則特朗普面對的就是一步死棋，而推動委內瑞拉發展談何容易？美國自己重振製造業都還困難重重呢。你看啊，就是這個基本盤的敘事邏輯啊，就是美國打委內瑞拉，那就是石油，就是為了搶石油。好，那搶石油就搶石油嘛，對不對？結果胡錫進老師啊，這個認真一分析，發現不是搶石油那麼簡單。你要把石油搶走了，那委內瑞拉人民啊，就是水深火熱，活不下去，就反美。一反美，特朗普在國內的壓力就更大，美國就陷入這個委內瑞拉的這個汪洋大海，人民戰爭。所以說啊，這個基本盤的這個邏輯啊，它沒有邏輯，它這個大腦啊，左邊是水，右邊是麵粉，你給它晃兩下就變成漿糊，不能晃，自己把自己繞暈了。特朗普說啊，委內瑞拉這個好像向特朗普向美國獻出3000到4000萬桶的石油。特朗普很開心，說這個啊，我已經按照市場價格去處理，那這錢由我來支配，用於美國還有什麼委內瑞拉的振興。首先一個3000萬桶石油對一個國家來說其實不多，你看一桶石油你按50美元算嘛，那才多少啊？就不到2億美金，就這麼個數吧。那就合着特朗普是盯上這2億美金是嗎？他沒見過錢是嗎？20億也不止，就是美國這次出動啊，這個特種部隊三角洲部隊到抓這個馬杜羅，這個費用恐怕就不止2個億美金吧，對吧？150多架飛機啊，協同啊，好像一共派了200多人呢，完了加上其他的部門，多少人在後面支持啊？
那披薩餅都吃了多少啊？這是第一個啊，就是說這是3000萬桶石油其實不多，這第一個。第二個人特朗普說得很清楚，這些石油是什麼石油呢？是被制裁的，也就是这些石油是本來要運往亞洲或者運往俄羅斯、運往伊朗的、運往古巴的，這個油被人家制裁了，人家也沒收。這胡錦老師一分析，發現確實他說的不對，是吧？這個邏輯就是前後圓不上了。那特朗普到底圖啥呢？前面說他是為了搶石油，後面發現說搶石油不合算，沒法解釋啊。有媒體這個採訪那個委內瑞拉街頭的一個男子啊，我那個有個視頻啊，這個委內瑞拉的男子說啊，他說那些說美國只是為了我們石油而來的人，我想問一句，這問的是基本盤啊，基本盤就是問這個胡錫進老師啊，說那你們覺得俄羅斯和印度來這裡是為了什麼？難道為了學做玉米餅的配方嗎？還有網上傳言啊，這個特朗普說啊，讓委內瑞拉，你讓俄羅斯公司和那印度公司啊都滾出去，就这意思啊。首先这个特朗普的话你不能信，对吧？你得看他做什么，不要看他说什么，他满天这个他整天那个满嘴胡咧咧。第二个，你只要特朗普在委内瑞拉搞市场經濟，那最終啊你印度公司還得去，你根本不用擔心他不讓你在那幹，對吧？最後拼的還是成本，還是誰效率高，誰能為這個委內瑞拉賺更多的錢，對吧？這個胡錫進老師他是缺乏根本邏輯啊，也就是說特朗普做的這一切實際上他是為了把油價降下來，對吧？油價一降下來，降低美國的通脹，降低美國的通脹，美國就可以降息，對吧？人家是在找這個病根，如果不讓大國，不讓印度去那兒買油，去那兒開採，那對吧？印度是這麼大的一個市場，但是它需要這個油啊，那它全世界到處買油，那個油價不是暴漲嗎？而且你還不讓去俄羅斯買，那你只能去沙特、中東你去買，伊朗那不讓買，那這油價不是暴漲嗎？油價一漲，美國的通脹也起來，對吧？它這是一盤棋，牽一髮而動全身，所以這個基本盤就不要瞎操心，什麼不讓印度去那兒開採石油，什麼把印度公司趕走，要不了幾年他又讓你回去，最終是吧？是看誰能把價格搞低，這事就落到誰頭上。另外一個事情就是前幾天對吧？這個網上突然一下爆火的就是那個瓜州啊漢武帝的雕像引起爭議，我們在前2天的節目也介紹了一下，這胡錫進老師和稀泥對吧？一會兒說我建議不要拆，馬上又說啊拆了其實也可以，其實像這種節目都不需要評論對吧？這個現象，因為這個就是那個基本盤。那些什麼吃瓜盟主的粉絲啊，什麼加頭粉啊，因為他們這個叫陰魂不散，他也找個地方出口，對吧？他依附到這個江平身上，那江平就是數學天才，他依附到這個李明身上，李明小朋友啊，那李明這個小朋友就是書法家，他必須的，不承認的不行，對吧？他依附到《紅樓夢》上面，雖然他一個字都沒看過，那《紅樓夢》就是反清復明的，就是道明說，為什麼會出現這現象？其實咱們都說過了啊，就是長期的降智宣傳，對吧？沒有缺乏邏輯，然後本來的吧，你缺乏邏輯也可以啊，那多辯論吧，結果把另外一邊的聲音給它掐掉了，所以這些基本盤就單向接收啊，這些降智，你給它餵的是垃圾，它輸出的當然是垃圾啊，它還能輸出什麼好東西嗎？把另外一邊本來這個可以辯論的，給它掐掉了，現在只能它單向接收這種信息啊，出來都是垃圾，出了垃圾它還要找地方去這個也顯示自己存在啊，所以就像那個義和團是一樣嘛，對吧？你修鐵軌，你是動了我們老祖先，對吧？什麼龍脈，修教堂那也是，對吧？你用那個洋人的東西，那更是賣國，對吧？這不是一脈相承嗎？這300年200年都沒變過，可悲的是現在還在不停的給他們降智，你不停的降智，結果就是這幫人，對吧？你不讓他討論《紅樓夢》，你不讓他討論這個什麼反清復明，你不讓他討論這個，對吧？滿夷要打倒滿夷啊，他沒事幹啊，突然發現我靠，甘肅瓜州漢武帝居然這個就一個頭在那兒，完了之後低着頭，這誰受得了啊？這正好你看符合這些基本盤的認知嘛。今天啊，人家官方出來闢謠了，解釋了。首先，這個漢武帝這個雕像的作者啊，是地地道道的啊，如假包換的中國人，沒有受任何一點美帝的這個污染，對吧？這些基本盤為了把這事炒熱啊，把這事好引向這個美帝嘛，所以說這個作者啊，在美國什麼是教授留美的，那更可疑是吧？那都是間諜，所以他在這兒搞個漢武帝這個雕像啊，就是為了給他們大漢，對吧？漢族在這兒詛咒破了風水，就讓我們永遠趕不上這個美帝。本來我們對吧，應該早就超過美帝了嘛，為什麼沒超過啊？就在這兒，原因就在這兒，被人在這兒下了詛咒，
結果你看人官方說啊，作者張萬新根本就无境外學習工作经歷，更无境外公民身份和外国国籍，而作者在美国舊金山藝術學院任教，這是指控瓜州漢武帝雕像侮辱漢武帝的主要依據之一。這個作者實際上是河北三河的一個什麼藝術學院畢業的，後來就在清華一個什麼美術工作室，在那兒一直在那兒工作。好，這胡锡进老師啊，这個前2天還是和稀泥，对吧？說拆也行，不是，我建議不拆。後來又說，其實拆掉也行。你看看糾結吧。現在這個胡锡进老師腰桿突然硬了啊，說偽造作者身份，並將假身份當髒水潑向漢武雄風，在輿論場惡意帶節奏的行為，應當受到譴責。其實，即使作者張萬新有海外的某種經歷和身份，也不應成為質疑瓜州漢武帝雕像的噱頭。中國各大城市有很多外國建築師設計的標誌性作品，比如北京的国家大劇院、國家體育場、鳥巢啊，上海的金茂大廈、廣州的小蠻腰，他們都是。你看我上次節目就說了嘛，如果你要照這些無腦人士啊，這些基本盤的搞法，那以後那北京的那些奧運場馆都得拆啊，一個都保不住。就是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這個我一直說啊，這個有胡锡進老師一份功勞，對吧？這就叫反噬。你今天不要讓他聊這個瓜州漢武帝雕像，那行，要不了幾天啊，一定会在別的地方又出現。長期的降智宣傳培養出來的怪胎，沒有辦法，這叫自食惡果，這就叫反噬。而且這股力量越來越大，這胡锡進老師感受到啊，總有一股力量不那麼好控制，他不知道這個力量就是他們自己養成的。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